嘛诈骗的形式百款，而且因为网络方便，咧拐钱是愈机会。根据着警政署的统计，假投资就是即马上接看到的诈骗手法，过来就是线顶的买卖。除了这寡，还佫有啥物款的诈骗步数，还佫有查证的时阵应该注意啥物？咱今仔日就请苏美为咱来说明。是主播，咱头拄则看到去互诈骗钱，佮有摕倒转来，即款案例实在是真少。有八成受害者拢是这规条辛苦钱拢总学有去。经这警政署的数据，咱干那一工就收到659件这诈骗案的受理，这财产的损失竟然是达到5.9亿。这款诈骗的手法百款，世界拢是陷阱。咱到底是要安怎防？就赶紧带大家来看上接出现的诈骗手段。这排伫咧第一名的诈骗手段，就是假影投资。伊就会先用钱加钱的方式，拐这受害者家己投资，头起先可能会先食着甜，请你落搁插侪钱入去了后，怎做伊走？也若是这第二甲第四，拢是甲网络买卖有牵连。一款是骗卖人，一款是拐卖人。多数拢是用交易失败来做借口，叫你着爱去提款机操作，怎一困就甲你口座内底钱拢总领了。所以讲，着提醒大家，千万唔通听人的口令去操作提款机。也若是这第三名是骗讲你有着奖，你着爱先汇一条保证金互因，才会当领奖金。不过后续就无消无息。另外，排伫咧第五这项假影和你交朋友，就是会伫咧网络顶甲你开讲，降低你的戒心，骗你的同情心，叫你汇钱改斗3工。其实这寡手段拢有一寡共同点，崔妈妈基金会就甲大家统整出诈骗集团过人的3个手段。用套杀，头一步就是培养双方的关系，诱惑双方的关系，然后就会设圈套，甲你洗脑，落尾就下手，甲你诈骗。所以讲，这就爱特别鼓励做事势，一定要较接关心时代的状况，看敢受不明的人士咧和时代盘烂，咧和时代宽关系，避免时代是落入这假诈骗，也是假影交朋友的骗局。所以讲，若是要当着钱的时阵，咱一定爱查好清楚，这寡钱到底是会走去佗。讲到这，就要甲大家报3项这查证的方式。这3项拢是警政署推出的服务，亲像咱常常咧用的通讯软体 LINE， 就一个165的防盗诈骗的这个官方的 LINE， 加入去了后，就会当点下骹这个快速查询，就会当甲可疑的电话、甲可疑的 LINE 口座拍入去。看敢有互回报讲这是诈骗咧用的。另外，这165的网站嘛有类似的服务，会当伫咧搜寻软件直接拍入去直接查。也若是较袂晓用网络，也是较袂晓用LINE的，嘛会当直接敲这165的资讯专线。不过，若是要用敲电话这招，就一定要特别强调讲，恁一定爱先甲对方的电话挂掉了后，重新敲165。若无挂掉，直接敲，等于就是敲去因内底分机，是因共挂的人接的，因就会继续甲你洗脑，关你的钱。以上就是今日的卖国骗的单元，要甲大家提醒，希望大家辛苦钱拢会当认好条。咱甲这镜头交转来互主播。